在耶路撒冷的畢士大池旁，人們聚集着，心中懷着希望，期待着一次改變生命的機會。這裏的水不僅是治療的泉源，更是信心的象徵。畢士大池是耶路撒冷的一個重要地標，它融合了歷史、文化與信仰。在這裏，傳說與真實交織，成為眾多病人心中憐憫的象徵。當耶穌步入畢士大池邊，一切開始改變。他的目光穿透一切，帶來希望與力量。信仰的展現不僅在於等待，而是主動尋求恩典的時刻。在面對困難時，我們需要主動地伸出手，像那個人一樣，先下持倉。這便是對信仰的回應，這也是耶穌所期盼的。每一個接受救恩的瞬間，都是信心與行動的結合。畢士大池的故事告訴我們，信心不僅是期待，更是具體的行動。讓每個人都成為這個故事的見證者。